報導。生蠔一向都係自助餐相對受歡迎嘅食物，但係近日經常發生市民進食生蠔同埋凍海鮮食物中毒事件。呢一間酒店自助餐即日起停止供應生蠔，改為熟蠔，並且發信息通知訂座嘅客人。餐飲部負責人話，有大約半成客人因為取消供應生蠔退訂。咁其實一個好大嘅考量嘅。咁香港人好中意食生蠔啦，大家都知道。但係我哋擺咗客人嘅一個安全啦，同埋一個食物嘅安全，為一個首要嘅考量。暫時停幾耐咧，我哋都係視乎翻嗰個情況嘅，就未有一個決定嘅。因為都會睇翻個事情嘅發展啦，可能或者嚟緊仲有更多嘅餐廳會有繼續嘅案件咁樣，咁我哋都唔希望啲客人嚟到好擔心你啲生蠔係咪安唔安全啊？佢又話暫停供應生蠔對生意影響唔大，農曆新年嘅訂座率都將近滿座。有餐飲業界代表就話，有問題生蠔來源地並唔係香港主流進口地區，對食肆影響比較少，即使係供貨商存貨量都唔多。目前因為始終而家有問題嘅生蠔咧，嗰個貨源咧其實唔係話真係主流，亦都唔係話太真係咁多。咁大家亦都唔需要即係引致恐慌啦。同埋一啲食肆嘅話，如果佢覺得真係目前嚟講唔係太過合適去銷售生蠔嘅話咧，咁佢停賣對佢嚟講呢個影響亦都未必話好大嘅，因為如果就算係一啲自助餐，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嘅食材咧係可以供應到啦。咁啲食客咧唔係一定食生蠔嘅。衛生防護中心過去幾個星期錄得過百人食物中毒，當中涉及諾如病毒嘅患者潛伏期入面都食過生蠔。有線新聞蔡子婷報導。荷蘭警方拉咗15個人，涉嫌利用 TikTok 宣揚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檢察部門話，發現一個 TikTok 帳號發布大量關於伊斯蘭國嘅信息，配上荷蘭語字幕，鼓勵網民加入同發動恐怖襲擊，並美化成聯為烈士。部分嘅貼文瀏覽次數超過10萬。警方突擊行動拉咗10幾個人，介乎16到53歲，大部分係敍利亞人。亦都有人係荷蘭公民，佢哋被控煽動實施恐怖主義、宣揚伊斯蘭國同參與恐怖組織。南韓調查北韓指控無人機入侵領空事件，搜查國家情報院等18處地點，4個軍情人員涉案被起訴。劉卓慧報導。北韓上個月初指控南韓偵察無人機入侵領空，拍攝多個重要目標，於是將無人機擊落。南韓國防部否認同事件有關，總統李在明下令徹查事件。經過大概1個月調查，專責嘅軍警聯合調查組突擊搜查國家情報院、國防情報司令部等18處地點，根據航空安全法起訴3個軍人同1個情報院職員。話會嚴格調查嫌疑人同分析繳交證據，徹查真相。當局早前指控另外3名公民涉嫌操控無人機，為北韓提供攻擊南韓嘅藉口，起訴違反叛國罪、航空安全法以及軍事基地保護法。佢哋分別係碩士生同南韓無人機初創公司嘅負責人。傳媒報道，其中1名30歲亦陰性嘅男人聲稱，操控無人機係為咗偵測北韓平山有加工廠嘅輻射量，會為事件負責。亦有消息話，國家情報局發現佢曾經同一個用作收集情報嘅虛假媒體機構合作，並確認對方同1名情報局職員有幾億韓元交易，但未能查明資金同無人機之間嘅關聯。2024年，南韓前總統尹錫悅政府亦都被北韓指控派無人機犯境。李在明曾經代表致歉，不過北韓批評佢冇資格同前朝切割。有線新聞劉卓慧報導。內地叫車平台高德打車，因為壓低收費價格同應急處理不當等管理問題，被監管部門約談，要求公司降低抽成比例，以保障司機嘅權益。高德承諾將會嚴格落實約談要求，全面整改。劉卓南報導。
高德打車係內地整合多間網約車服務嘅主流聚合平台。近日因為管理壓低運價、應急處置不當等問題，被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約談，要求高德打車降低收費抽成，防止訂單層層轉賣同層層抽佣，並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加強運營安全監管。高德打車承諾會嚴格落實約談要求，吸取教訓，全面整改。從趨勢睇，越嚟越多平台依賴高德打車。以中小平台盛威時代為例，過去幾年大約90%打車訂單都係嚟自高德，但有統計顯示，高德打車接單車輛合規率較自營平台低，舊年12月只有不足70%，遠低於自營平台預期出行嘅99.1%。車費預估上，高德打車亦都被指係偏低。內地傳媒第一財經就同一路程搜索高德打車同另一自營平台嘅預估價格，前者較後者低大約2成。有分析話係因為多間服務商喺同一平台集中競價，容易造成低價內卷，成為壓縮司機合理收入嘅主因。面對市場出現秩序問題，監管部門近期頻密約談聚合平台，要求清退唔合規車輛，停止低價惡性競爭。昆明、六安等地更加係明文規定，如果發生意外，聚合平台不得將風險轉嫁乘客或者司機。有線新聞劉翠蘭報導。亞冠精英聯賽，上海申花主場0-2不敵丁田澤維亞，無緣16強。南山申花嘅金順海禁區侵犯對手，未夠1分鐘輸12碼。上馬勇紀主射入網，日職嘅丁田澤維亞3分鐘反客為主，落敗就提早出局。申花積極反駁，全場13次攻門都未能夠追平。中國足協打擊假賭黑，申花被揭發涉及不正當交易，中超未開季就被扣10分。港將陳俊一起腳偏離目標，88分鐘走甩咗上馬勇紀，再度失手，申花輸0-2，7戰4分，提前1輪出局。贏波嘅丁田澤維亞提早晉級。本地甲一籃球聯賽附加賽，永倫19分大勝淑德飛鷹。深職3永倫常規賽以6分不敵飛鷹，附加賽大勝1場。泰拿交出球隊最高22分，仲有4助攻，揾到文俊傑籃底射入。永倫4人得分雙位數，上籃嘅梁少華攻入14分，守唔住倒波嘅蓋蒂斯交出雙雙，最高28分19籃板。永倫都贏93-74，季後賽4強鬥滿貫。白衫香港東方34分大勝晉龍，開賽就打出8-0。常規賽第3鬥第6，楊博文單手封咗，極勵士氣。東方由頭帶到尾，基拔攻入最高31分，贏91-57，會同南華爭入總決賽。睇下今日嘅新聞焦點。年宵市場開鑼，即日開始到2月17號年初1嘅清晨7點，一連7日會喺全港各區舉行。其中最大嘅維園花市有396個乾濕貨同4個快餐攤位。另外，警務處處長周一鳴下晝會舉行記者會，回顧香港舊年整體治安情況同警務工作。呢一節 K 寶早晨報道完，再會。焦點分享置業指南，應驗新盤建築，講解家居設計，專業物業資訊更精準、更到位。5平方 square foot 優質樓盤專區特約，樓盤傳真78開諮詢台。樂登 V5 強數，權威推薦護眼保健品，抗眼退化，而家仲有限時優惠。港鐵車廂電視進一步擴闊版圖，覆蓋範圍正式延伸至港島線。無論係港島嘅上班族、居民定係旅客，車廂電視都為你開拓更廣闊嘅宣傳視野。立即致電21126879了解更多啦！
天下大事， 31.9%，嗱高過重要港聞，發生故障，唔少人因為室溫同財經資訊，香港貨物一成關稅。每晚為你詳盡專業報導。歡迎收睇7點直播室。 7點直播室，78開資訊台。女足天下激戰開打，澳洲女子職業足球聯賽，星期5、6日爆發連場大戰，必看焦點墨爾本打比，開國際財經台雙語現場直播。生活費慳啲使啊！香港轉數快同內地網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統實現互聯互通。爺爺嫲嫲請你哋飲茶。怪書生日利是，只需一個電話號碼，兩地居民都可以隨時隨地即時跨境轉帳，交咗阿仔啲學校雜費啦，個人小額匯款、生活雜費，輕鬆一轉即達，打破時地限制，聯繫兩地生活，跨境支付通，一轉零距。緊貼社區話題，民情關注，勇於發掘來龍去脈，是非真相，多角度分析報導。一線搜查，星期一至五晚8點半，78開資訊台。開飯啦，又嚟啦！30集零失敗，名廚私藏美食，由本地星級廚師、飲食達人、領全真大師嘅半價氣氛，一齊炮製，團年必備菜，賀年宴客菜。